哎，卢总啊，我有个问题一直不敢问你，那么严肃干嘛嘞？有什么可以随便问？就是我看你每天早上很早起来练书法，练完书法呢，又很早过来公司酒楼这边看一下，看完公司之后，我又看你还要出去拍视频啊，每天的行程安排的满满的。这个是必须的嘛，好我还年轻呢。没有，就感觉好像看你又不缺錢，然後呢，每天的生活呢都安排得很充實。嗱，我同你講咧，千係一個人嘅膽，主女係父母嘅一個威啦。因為咧，你嚟小時候咧就係靠父母先至挺於胸膛啊，但係你哋家人長大後咧，父母咧肯定係靠你哋嘅年輕人先至套起頭啊！咁你因為父母只不過係一個比你哋年輕嘅係一個背景嘅啫，因為人咧就係用千里捍衞尊嚴嘅之後咧，實在太多例子。作為年輕人咧，由你哋自己又唔能夠太懦弱啦，你亦都唔能夠令到個父母身無分兩啊，係嘛？咁變成咧就係父母咧就喺同鄰居啊各方面咧都會睇唔起你咧，咁所以咧以身去教導我哋嘅年輕屋企人啊，即係我要表述，譬如我唔一定賺錢係要大手大腳去亂花錢，但係咧我要話俾自己知咧，我隨時都要警醒自己，就要保持一種工作嘅心態，令到家人、令到自己嘅仔女咧係能夠繼續去努力去工作。總之乜嘢都好，顧住賺銀紙嘅心態，你就唔能夠磨。我哋有句説話咧就講得非常之好，你寧可跪着去賺錢，再站起嚟咧選擇，所以錢係十分之重要嘅。作為年輕人咧，你就係少問自己為什麼，你應該多啲問下自己憑什麼。所以這個事情呢，你現在發現我為什麼那麼努力，實際上呢，錢真的是非常重要，更重要的是給自己一種積極向上的一種態度。錢多賺一點，最起碼令到年輕人舒服一點。這個事情呢，希望你可以把我這個思想呢來去跟您的朋友去分享，也現在在潮風工作過程裏面，也可以去勇敢的去分享給我們的客人。我們的老闆那麼認真去工作，那你們也沒有理由不把這個工作做好，對嗎？是的，所以要更加努力。對。